好耐冇 update 下最近嘅生活。結婚之後其實冇乜特別或變化，唯一嘅打擊就係去中環返工。我而家住嘅地方真係好遠，去深圳仲快過去中環，搞到我有啲想喺深圳揾工添。我通常都會好早出發，大概6點半到啦，為咗避免啲人潮。到咗中環附近就慢慢食我嘅早餐先開工。非常難得，我係比較少飛去做嘢，因為伊朗打緊仗，原本要去杜拜做嘢嘅 plan 延遲咗半年。如果一直咁樣打落去，我嘅飯碗應該就會被打爛。其實返工放工我最大嘅困擾就係6點鐘由中環返去我屋企，通常需要1個小時15分鐘。最痛苦嘅就係同人哋逼，返到屋企都係同老婆芝麻聯絡下感情，教下芝麻一啲技能，俾佢他日可以出社會打工賺錢。Weekend 如果冇特別同 friend 約出街，都係喺附近或者喺屋企 hea，做下 gym 或者去深圳玩。呢啲就係我而家過嘅平淡日子。